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大陸廠出嘅卡碧妮及1:6公仔哈曼。包裝上幾靚，而個粉紅色 Q 字係磨砂，豪華版一邊擺部件，另一邊擺1:6哈曼，仲有張哈曼插畫卡，都畫得好靚。說明書係全黑白嘅。而說明書咧又加咗啲好古怪嘅插畫喎，不過有精美嘅機械插畫啦。有一啲機體設定嘅內容介紹啦。佢有啲字眼都幾細心喎。臨尾呢頁係介紹量產型嘅組裝，不過量產型嘅零件只有特典版先有附送。組裝方面都係嗰句，Bandai 組合技術做得最好，砌其他牌子模型預咗要轉窿剪柱黐膠水，呢隻都唔例外。說明書着玩家用大力金剛指，我睬佢都傻。可動方面唔會示範啦，因為有啲關節太緊，甚至喐兩下成支手臂甩出嚟。整體部件主顏色有白色、灰色、淺紫色、黑色及深粉紅。除咗白色及少量黑色冇上色外，其他一律都上色。卡碧妮比例係1:120，比1:144大啲啲。外形上同原本版本比較啦，老實講，我覺得大陸廠較佳。Bandai 版腳板底係平嘅，大陸廠嗰個猶如着高踭鞋，前腳掌尖尖，穿高踭鞋聯想到 MX 腳掌設計都係着高踭鞋，加入並誇張大量仔細位置啦。加埋啲附設水貼係錦上添花。另外附有浮油炮特效件及量產型部件，不過靚還靚，即使齋砌都唔適合新手砌。1:6哈曼不過不失啦，台幣1700蚊有埋1:6公仔都算係咁，而且市面好少哈曼公仔，可惜公仔係企都企唔穩，係要加個支架俾佢嘅。無論點樣整呢，企都企唔穩，所以一定要俾支架佢用。靴啊及其他配件呢，就比較膠啲，冇咁靚嘅。不過一分錢一分貨啦，咁1700蚊有模型砌又有1:6公仔喎，件衫就粗糙啲啦。手臂甲啦，就正如頭先所講，佢啲質素係麻麻地。件斗篷有鐵線嘅，咁可以整到啲飄逸嘅感覺咯。哈曼個樣就比較卡通啲啦。總結，如果單買卡碧妮就唔抵還，整體物料啊、水貼等都唔係讓人組裝舒服。有埋哈曼公仔版本就抵玩啲，縱使玩5星物語啊、軍模啊、車模都冇感覺怪怪。咁嗰啲都係擺明訓練玩家組裝技術，但呢盒模型嘅組合度、零件連接模型框嘅接駁都好粗糙。所以值得與否就見仁見智啦。